家好，歡迎再次嚟到為神州禱告2分鐘。今日我揀選咗我哋良友電台一位嘅聽眾來信，我哋為佢守望。呢位嘅聽眾佢叫柴姊妹，姊妹咁講，佢話兒子嘅媳婦呢，因為喺外地打工，將4歲嘅孫呢就擺咗喺我度嘅。我教導小孩子唱詩歌啦，將福音嘅種子撒喺佢幼小嘅心靈嘅裏邊。有一次咧，孩子正喺村裏邊路邊玩，我見到一架開得好快嘅車，就趕緊嗌住阿孫你快啲離開嗰度，好危險啦！不過我已經遲咗，嗰架車咧直接將我個孫咧撞出咗好幾米。當時咧，我成個人都嚇到傻咗，只有喊呼叫主耶穌啊！村民呢個個都趕緊跑過嚟，將我個孫抱起。檢查發現呢，佢冇咩地方受過損傷，再到醫院仔細嘅檢查，真係冇任何嘅傷痕。鄰居們呢都話呢個真係你嘅主救咗呢個孩子。我非常嘅感恩，因着呢件嘅事情，鄰居都好多都相信咗主耶穌。我哋一齊低頭禱告啊！天父，我真係好感謝你拯救咗呢個小孩嘅生命，更加感謝你能夠讓孩姊妹嘅鄰居因着呢一件事，有好多都相信你。神啊，你自己行事真係奇妙嘅，我哋常常都睇到你嘅恩典，你嘅能力，你絕對有陣時會透過任何嘅環境嚟到去拯救一啲嘅人。我哋為此感恩，同心嘅禱告，奉耶穌嘅名，阿門。今日嘅為神州禱告2分鐘嚟到呢度，下個禮拜希望同一時間約定你哋，我哋一齊守望神州。拜拜。